好，而家扭去單向，咁啊淨係撳手開門嘅。好，sensor冇反應嘅。OK， 即係出邊嗰個試一試。sensor冇反應嘅。好。之後扭去自動，自動嘅 sensor 都有反應，師傅褪後少少。好，行埋去 sensor 有反應。好 sensor 有反應。唔好意思啊，試埋個單向嘅時候防夾嗰個。防夾即係紅色燈啊！好，行埋去，紅色燈打開，試埋出邊呢一個。好，綠色燈冇反應，紅色燈打開，好，掂。